儿，我昨天晚上出去了，回来的很晚，看你睡着了就没叫醒你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要去做事了。哎，事什么时候都可以做，但是话必须要现在说。你坐下。叶儿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对吧？嗯。好朋友的话，凡事就不应该有隐瞒。有什么困难应该说出来，大家一起解决，对吗？我没有什么困难。叶儿，你看着我的眼睛。每个人都有过去，但是我会更珍惜现在。所以过去就只是过去，那不能代表什么。叶儿，我把你当朋友，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。林墨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会好好的。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啊。无情啊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亦无大碍。我让人给你炖了参汤，好好的补补气。没事。听你刚才那么一说，他肯定就是涂山驱狐派的后人了。九尾狐的功夫不在我之下，要不是刚好冷血出来对付他，恐怕我也无法将他打退。我已经用剑气伤了他，短时间之内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。只是他到我申侯府来的目的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汤炖好了。冷血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金疮药，难道林墨知道我受伤？哎呀，我的脚好疼啊！怎么了？来，坐。我脚受伤了，所以刚才大夫给了我好多金疮药，还有这个跌打损伤的药。他说这个啊，治疗外伤特别管用。要不我帮你涂吧？不用，我涂过了。哦，我的脚伤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好，这些药就先留在这儿吧，说不准有时用得上呢。我是说，有备无患。正想去找你呢。我已经无大碍。等统领。叶儿，我自己。又在装神弄鬼。装神弄鬼，对，我在这装神弄鬼，假装跛脚，博取你的同情啊。谁同情你啊？你们俩真是一对冤家。
每次见面都会针锋相对。我不过是一个小丫鬟而已，哪敢跟冷统领针锋相对啊？楚离墨，我告诉你，自从你到了申侯府以后，闹得这里鸡犬不宁。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。大夫，他脚到底怎么了？其实我脚伤不碍事儿，过2天就好了。我还有很多活要干，我先回去吧。脚受伤了还怎么干活？赶快让大夫仔细检查清楚。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好疼啊！大夫，别用力啊！你的脚不红不肿，怎么会疼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今天早上起来就突然不能走了。没有扭伤或者击伤？没有。哎呀，这就奇怪了，在下行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遇上过这样的疑难奇症啊！请你们稍等，稍等啊！大夫，他的脚到底怎么了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医书上说什么？他的脚是邪风入体，歪气聚焦导致。邪风入体，歪气聚焦导致啊？这邪风入体，歪气聚焦虽是常见啊，但是使脚不能落地、不能行走者，实属罕见的，实属罕见呐。那么他的脚很严重吗？他的脚不红不肿，没有扭伤，也没有击伤，但是不能落地，不能行走，这看起来非常严重，情况非常严重啊！真是照书直说啊！没想到在下有生之年还能够见到这样的疑难奇症啊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三生有幸？不，在下失言，在下失言了。在下的意思是，一定能把姑娘的脚病治好。谢谢大夫啊。李默，你脚伤得这么严重，一定要好好治疗。卖酒了，卖酒了，尝一尝啊，陈年老酒。嘿，又是你啊！又让我找到你了吧？我在申侯府，怎么没看到你啊？出来办案，走小门最方便的。办案？哎，你们沈府办案怎么办啊？可不可以带上我啊？小朋友，办案都是打打杀杀的，你最好不要跟着我。一定很好玩。抓住他！就是他，偷走了咱们老爷身上的玉麒麟。这位大哥，有事不能好好说吗？不要吓坏一个小姑娘。吓坏小姑娘？你不知道吧？她可是小偷。前几日，我们家老爷到秋云观去上香的时候，他就趁我家老爷不注意，就偷走了我家老爷的玉麒麟。赶快把玉麒麟交出来！给我上！住手！哎呀，申侯府，铁手，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铁手大侠。失敬，失敬。既然铁手大侠在此，那这件事儿就好说了。铁手大侠，您看，您家这位妹妹呢，如果没有偷我家老爷的玉麒麟，这件事情就当没发生。如果这个姑娘偷了咱们老爷玉麒麟的话，就麻烦你务必把这个玉麒麟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府上。我相信我们老爷也不会再追究这件事了。如若不然，那恐怕咱们也只能在官府上见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申侯府一向都是受民众爱戴的，为大家敬仰的申侯府。我相信铁手大侠一定会给我们老爷一个最满意的说法。说的有凭有据的，看来像是真的。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有没有偷人家东西？偷什么？不过就是个玉麒麟，
值得你这么用力吗？拿去。多谢铁手大侠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走。哦，你真的是小偷啊？谁是小偷啊？你看我这个可怜的弱女子，会像是小偷吗？是不太像，但是不像并不代表不是。说，这个宝贝你是怎么偷的？宝贝？什么宝贝啊？不过是个破坠子，我想去当铺里面换不了多少银两吧。哦，你看，你就是小偷嘛。什么小偷啊？说那么难听，我会做这些还不都为了你？因为我，哎，我们才认识第2天吧？对，你认识我才第2天，但是我认识你是第3个月02天了。我从家乡来到京城，花了我3个月的时间，我就专程过来找你，身无分文。如果我不偷人东西的话，我要怎么生活啊？所以呢，话说到底，我会偷东西都是因为你，都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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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这么说，好像真的是因为我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你。那从现在开始啊，你要改邪归正，不许再做违法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碰上我还好，你要是碰上其他的捕快，你就死定了。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我铁手行得端，走得正，我身边的朋友啊，都是清清白白的。身边的朋友，所以你说我林依依现在是你的朋友了？这个自然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现在被我盖章了，所以就是我的朋友。那你不可以乱跑喽。你这人怎么乱盖章啊？哎呦，人家高兴嘛！哎，铁手哥哥，你人真好。哎呀，你别跟着我！铁手哥哥，别跟着我！铁手哥哥，怎么样，九尾狐？王爷，昨天晚上一场恶战，我差点就要拿到冷血的血，可是还是差了一点点。我看你还是不够爱你夫君吧，不然的话，你怎么这么没用呢？王爷，我比谁都更爱我的夫君，只是那个冷血功力太高，非等闲之辈啊。你是没有尽全力。你想想看，再过几日，你的夫君因为没有冷血的血而无药可吃，到时候你真的是欲哭无泪了。王爷，上次给的赎命药，眼看就要到时间了，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些？续命药对他来说，现在已经没有作用了，你只能靠自己。九尾狐，拿到血是唯一救你夫君的办法，别无选择。15月圆之夜是冷血狼毒毒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冷血的身体是最脆弱的，取血易如反掌。王爷，我记下了。别再让我失望。是。冷血，可以聊聊吗？我累了，想要休息。只说几句话而已。说吧。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？那个楚离墨，他只会装疯卖傻，你还真信他？冷血，你从来不会关心任何一个丫鬟的事情，可现在为什么唯独对黎墨这么关注呢？我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她，只是这个女人诡计多端，她跟其他的丫鬟不一样。她确实和别的丫鬟不一样，真诚，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想法，勇于和自己的命运抗争。这是我从她身上看到的。无情，你是被她蒙蔽了双眼是吗？我不想再跟你聊了。好，咱不聊她了。自从上次九尾狐受伤之后，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京城里一点她的消息都没有。既然我们已经证明
几位大人遇害是跟九尾狐有关系的，而且现在四大凶徒也出来闹事，我觉得这件事可能会有些蹊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，而且是背后有人指使？敌在暗，我在明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要先动手。你的狼毒又发作了，过去叫师叔。叶儿，他在干嘛呢？15月圆之夜是冷血狼毒毒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冷血的身体是最脆弱的，取血易如反掌。冷血，我本不想伤害你，我只需要取一点点血，一点点血就可以救我的夫君了。师叔，冷血的狼毒怎么越来越厉害了？虽然我暂时克制住了冷血的狼毒，但只要他心中藏着恨，他的狼毒就会越来越厉害。一旦发作起来，他就会失去心智，变得凶残无比，而他复原的机会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渺茫了。那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去除狼毒吗？传说，真正能克制狼毒的唯一办法就是读心术，而我师妹卞红药就是读心术世家的传人，但失踪多年，读心术也因此失传了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破解了？这是冷血心中的魔咒啊，无人能够破解。希望他能够挺过这2天啊。希望吧。冷血，我请，小心！我请。
谁？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是神侯府的丫鬟，楚离墨。刚才，冷公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今天晚上看到的事情，千万不许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嗯。吴清受了伤在里面，你快把他扶回房间去吧。是。冷大哥，你醒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我的狼毒越来越不受控制。无情的，他怎么样了？啊，诸葛大人已经在诊断了，没什么大碍。你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。我去看看他。冷大哥。瑶华，我的狼毒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，你最好离我远点，我不想伤害到你。我不怕被连累，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会跟着你。这个冷血变成狼的时候，真是太恐怖了，连九尾狐都打不过他，哇，真是太恐怖了。都受伤了，还笑得这么开心。无情公子，你醒了，觉得好一些了吗？黎墨，怎么会是你？是诸葛大人让我来照顾你的。师叔。嗯。无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小伤，算不了什么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但是，我们现在更担心你。你的狼毒连我们都快控制不住了。那一天，你的狼毒要是发作到极限，你就会永远变成狼人。我们不想失去你这个兄弟。
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成狼人，不要顾及什么兄弟情谊，一剑刺死我。叶儿，叶儿，哎，你看到叶儿了吗？没看到。没看到啊。去哪儿了？叶儿。你看到叶儿了吗？没有。奇怪了，她受了伤，到底去哪里了呢？九尾狐，血应该拿到了吧？没有，冷血的狼毒远远超过我的预料。怎么，狼毒发作的时候，难道不是身体最脆弱的时候吗？恰恰相反，他狼毒发作的时候，功力大增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怕这样纠缠下去，我的身份就会败露，以后便更难下手。我真替你的夫君着急呀。你说你该怎么办？我九尾狐有9条尾巴，你应该有9个想法才对呀。有时候硬攻不如巧取，你应该好好的想想办法。时间不等人呐。雪妹，夫君，今天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雪妹，没想到你在外面做事，还认识了朋友，这样我就放心多了。朋友，汤来了，你回来啦？给我吧，谢谢。夫君，你先自己喝些汤，我和他有些事情要说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谈。小心烫。好。你跟我出来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受伤了，我很着急啊。虽然
我不知道你跟冷血之间有什么过节，但是我亲眼看见你受伤了，叶儿，我们是朋友吧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如果要动手的话，你上次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有时候硬攻不如巧取，你应该好好的想想办法。李默，你没看错，我就是叶儿，叶儿就是我，我自始至终都是你的叶儿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夫君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，没有几天日子了。我带着他四处寻医问药，可都没有结果。直到后来，我遇到一位高人，他说可以治好我夫君的病，但需要一味药做药引，而这味药引就在神侯府，所以我只好装作柔弱无力混入神侯府，为的只是能拿到这味药引。可是如果只是要拿到药引，你干嘛要伤人呢？我真的很难相信你。李默，这段日子你我情同姐妹，你不相信我，难道就是因为我是九尾狐吗？不是的，只是我觉得你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。李默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而是我就算告诉你，你也不会相信。你也看见了，我的夫君，他就躺在那儿，没有几天日子了。如果你不帮帮他的话，也许再过几天，他就会因为无药而致身亡。他不在了，我活在这个世上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那你快说，药引子到底是什么？冷血的血。冷血的血？哪里有这么奇怪的药引子？也许是我夫君的病太奇怪了吧。李默，冷血的武功你也是知道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他。那一点点血，也许对于他来说，并不会影响什么。可在我这儿，他就是一个人，就是我夫君的命。李默，这段日子，我每天晚上都以泪洗面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好希望有个人能来帮帮我，可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只能靠自己。李默，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，我真的求求你，我希望你能帮帮我。哎呀，叶儿，你别说了，让我想想吧。李默。你是谁？孝恩亲王安世耿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约我来这里？世事无常，非我所愿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些狼族的无辜冤魂在我耳边呼喊，叫本王替他们伸冤。冷贤弟，如今你长大成人了，是时候要知道灭族的仇人是谁了。安王爷，
我想你是认错人了。天下之事没有我安世梗不知道的。你是狼族后人，从小遭受灭族之祸，是你师父诸葛正我收你做了关门弟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身上的狼毒越来越严重，越发频繁，连你师父诸葛正我都无法控制。再这么下去的话，你就会成为真正的狼人，到时候你就真的没有时间复仇了。安王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你的灭族仇人是谁吗？灭族的仇人到底是谁？我自会查明。好，果然是真男人，我欣赏你的个性。安王爷如果不想说出那个人到底是谁，在下就真的告辞了。真相就在你的身边。据我所知，当年朱王爷收养你的时候，他在狩猎。你不觉得这件事非常的凑巧吗？义父待我恩同再造，望王爷不要离间我们父子的感情。还记得3年前因文字狱案而被斩首的贾军吗？他就是当年随你义父屠杀狼族的帮凶之一，因为知晓太多朱王爷的秘密，被朱王爷给斩首了。那我再问你，你有没有仔细地问过你的义父，他手上的狼戒是由何而来的？真相会告诉你一切的。每次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这儿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但是我不愿意打扰你，只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你。我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待会儿。你先回去吧。冷大哥，其实有些事情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。我真的没事。我是认真的，就不能告诉我点什么吗？对不起。是因为复仇的事情吗？这是谁告诉你的？下午你在无情的房间，我无意间听到的。你最好把它忘掉。难道在你的心里，我不是一个值得信任与托付的人吗？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不需要别人帮我承担。冷血，你不觉得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吗？每次你狼毒发作的时候，大家有多担心你，我有多担心你，可是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看，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你告诉了无情，却不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冷大哥，这么多年，你一个人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，我看在眼里，却束手无策。你还不了解我的心吗？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所以，你不要一个人扛着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一起分担。
我不愿意看你独自一人，整天在仇恨中度过。你真的想知道这一切吗？